姐妹，大家晚安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唱361首一世人跟对立，一世人跟对立我们每一天都在数算神的恩典也在我们生活当中数算神的恩典，为的是要能够跟随主的脚踪。当我们越多的感恩，越多的感谢神，我相信你会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祝福。那我们相信能够更有力量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世人跟对立，台语的哈。求你甲是阮所算所记的日子，予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你看千里亲像过昨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你先看靠，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什么。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阮，予阮一世人欢喜。愿你先阮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你先要阮对你，因无你，甲你徛起。愿你先看靠，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什么。求你的荣美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荣光显明。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学习跟随主你的脚踪。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无论是生活、家庭，以及在我们工作上的困难，但我们学习一生能够因为我们成为神你的恩典跟丰盛，而我们可以夸口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学习把我们的劳苦重担能够交托给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是充满恩典、充满蒙福的生命。献上感恩祈求祷告，愿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到尾，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跟随主的脚踪，从你的话语能够经历到神丰盛的祝福跟智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圣经节，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如何来跟随主的一生。那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要学习跟随主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有使命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恩典跟祝福的道路。那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样领受这份呼召跟感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里面圣经里面谈到耶稣如何带领彼得、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弟兄安德烈，他们如何在工作当中神呼召他们。那很多时候人家会认为说这个呼召的工作应该是他本身应该是很属灵的人，然后神才会呼召他，并不是。那很多时候神透过耶稣在呼召门徒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人都是值得，也是很有可能被神所呼召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人。所以期待我们今天晚上都能够一起学习到这个很重要的人生，跟随主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第12节。
主的话这样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与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马太福音它记录耶稣他如何正式的呼召门徒的这个场景。他并不是在圣殿或者是会堂，我们这个敬拜，然后很感动，然后突然间就呼召说，有没有人要来跟随牧师，跟随同工，我们一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不是这样的呼召，而是他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呼召一群渔夫啦，可说是他们正在工作，而耶稣就呼召他们。这些人的地位，社会地位并不高，可是他们却是主所拣选的对象。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去看出，神所呼召的是不限条件的，而且也不是看人愿不愿意来回应神来呼召的，而是神说要你去，他就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他面对这个彼得的西门，称呼为彼得的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他是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说来跟从我，原文的意思叫做走在我后面。他说来走在我的后面。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勇气感这样说来跟在我的后面。我觉得耶稣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呼召是一种关系啦。你想看看，如果耶稣他对说来跟从我，有人会说我为什么要跟从你？我相信耶稣他一定给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他也是一种一辈子。他说来跟从我，人家在工作，突然间耶稣竟然要人家跟从他。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但是耶稣他后面讲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觉得这有一个目标，他帮助了这个彼得跟安德烈，让他们知道，当你来跟从我，你手边你的工作，我一样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你得着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觉得这是在告诉彼得跟安德烈，他们的生命的变化是，当你领受呼召之后，你会得着更丰盛，如同得鱼一样。那得鱼是什么意思？得鱼对他们这些渔夫一开始来讲就是一个工作，可以养活他自己。可是耶稣说我要叫你们，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领受主的呼召，来跟随主的脚步来走，来侍奉神，来到教会，来跟随神所透过他的信仰真理，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理。我们晓得这份真理，生命的道路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充满盼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他们立刻舍弃网子以后，他们马上怎么样？他们是立刻跟从了耶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问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领受呼召，我要问，是你自己的感动，还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感动？我觉得当我们领受主的呼召，他是会舍弃我们原先所想要做的，甚至我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事情，他会先选择神的事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了解，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在顺服的行动里面，没有犹豫，也不计代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能够跟随主的人生啊，什么是跟随主的生命？以前我还不是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牧师的时候，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台上这一些领受上帝呼召的牧者，他们为什么可以如此的愿意放下自己的喜爱，甚至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还要让他们的全家人跟着他一起来侍奉神？我觉得他的人生不是只有他个人，而是连他的家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献给神。所以我觉得主的呼召对一个人领受呼召的神的仆人，我相信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值得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主的呼召，主的呼召是在什么？是在生活里面的。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彼得跟安德烈是在打鱼当中，他们在打鱼抓鱼的过程当中，是在生活工作的里面。所以耶稣主动寻找门徒，不是在圣殿，而是在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提醒到我们，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教会，我们只有礼拜天才来领受神的呼召，然后在那边敬拜，然后领受感动，然后说主啊，求你给我呼召我，帮助我，让我的困难得到解决。但是我在想，当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神在呼召我们去为他做见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去领受？我们甚至有没有去领受到底我们从神那边得着的祝福，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回应上帝？所以我觉得神的呼召常常是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发生。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曾经有人如果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会如何来回应他？如果人家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代表的是人家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是看出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过去曾经有人在问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到我的身边的朋友，一定会问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喜乐？我都会跟他们说，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是在教会出入的人。然后人家就会问说，那在这当中我们需要怎么做才可以这样？我就会告诉他，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他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当有人问你是基督徒吗？你会如何回应？我觉得这个攸关于神在呼召我们如何回应这世代的人。我们是否愿意领受呼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回应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呼召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而且是在生活当中就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呼召是跟随的，也就是说呼召怎么来？当你愿意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不管是招待的工作，或者是敬拜音乐的工作，或者是播放 PPT 的工作，或者是唱圣歌队的工作，或者是诗会的工作，只要每一个人，你只要愿意去，我愿意来跟随，来学习看看，我相信这个呼召就会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作用，而不是掌控的说，那是牧师叫我做的，那是谁叫我做的？这是掌控性的。我觉得呼召它伴随的是什么？是有跟随的行动啊。只要你愿意跟随，那个呼召的感动在你生命当中就会慢慢的油然而生。而大部分以前我就在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领受呼召，我们才来跟随。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耶稣他说：“来，呼召，来，我们就来跟随。”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我们真的很缺乏去引导、去带领人说：“来，跟着我，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爱。”我们很少去告诉别人说：“来，跟着我，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份信仰。”各位弟兄姐妹，跟随，我们要带领人来跟随主，表示我们要去带领他，我们要去宣告说：“来啊，跟着我，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投入在这份工作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带出跟随主的脚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牧师去参加一个我们神学生上恩的毕业典礼，在那当中，这个董事这个神学院的董事长庄孝胜牧师，他在分享，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怎么样领受从神而来，不单单是在一个学业神学院的一个学期的结束，重要的是他们进到教会的合场，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学生，就是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领受神的呼召，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牧会里面，甚至在他们牧养神的羊群里面，去经历神的感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其实呼召伴随着是跟随，而不是单纯的掌控。说这个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怎么还可以去跟随主呢？好，我觉得不要认为说我要先掌握我身边的事情，我想要先能够稳定我身边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交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领受神的呼召的人，回应神呼召的人，是必须要有行动的。所以神一直在呼求我们说，来做我的儿女，来做我蒙恩的儿女，来做我收割庄稼的工人。但是我们愿意吗？各位弟兄姐妹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师戴德生，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戴德生他曾经放下英国的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来到中国去传道，非常辛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若有1000磅英金英国的这个美金或者是金币中国可以全数支取的话，如果中国需要全数支取的话，我若有1000条的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基督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愿意侍奉神，我们要了解，我们侍奉神是因为我们单纯的感动吗？还是神带给我们的呼召的使命，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这个侍奉是不是要帮助人的生命，是要祝福人的生命，是要带来福音的种子？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侍奉，我们带领小组，我们陪伴弟兄姐妹，我们若没有这份呼召的使命，我们在做很多侍奉工作都单单只是为了自己，只是想要掌管，我自己是有能力的，我只是要把它做好，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惜不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生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这个呼召。而这个呼召有几点，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实践这个呼召。好，实践它。我觉得神的呼召是可以实践出来的。怎么实践出来？第一个，当神希望呼召我们就要更多了解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要实践神的话语，当然要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实践神的话语？因为你根本都不懂，你不了解圣经在讲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把我们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交托在上帝面前的？这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说，我要怎么样透过祷告，每天我在神的面前，我唯一就是要透过祷告能够跟神有更好的连结。所以我们一定要无时无刻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部分都能够交托给上帝。那要怎么做？第一个，你当然要祷告，你要从祷告当中将每一件事情交给上帝。那怎么做腓立比书4章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明确告诉我们是可以每一件事情，你所想得到的事情都跟上帝求。那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求，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透过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每天的晚上，或者是你跟你的孩子，或者跟你的太太先生，你就可以利用吃饭的时间，利用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不要想说牧师告诉我该怎么做，其实你要好好去想，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刻
你都可以抓到一些方法，能够跟你的家人，甚至你自己好好安静心，透过祷告，能够更多经历神。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我像我的话，我都会跟上帝说：神啊，求你亲自掌管我今天的生命，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今天你所赐给我的一天里面，能够彰显出神你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觉得当你这样宣告的祷告的时候，你做每一件事情，你就会很有信心跟力量。好，这个跟大家分享，每一天祷告，每天的事情你都可以交托给神。第二个，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每一个部分都交托给神。我们可以在做每一件决定的时候，我们先学起安静心，我们先寻求看看，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所以圣经里面箴言第3章5到6节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都希望专心仰望神，不靠自己的聪明。但是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必须要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因为当你认定他，后面那句话，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有人问说，基督徒是不是做每一样决定都需要寻求神的心意？没错，我会跟你讲，圣经里面讲的 yes。所以当我们在工作、学业、财务、感情、服事，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不一样的问题跟挑战。但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如果是你，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状况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什么？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求你教导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感觉到不确定，需要等候，那你就等候，不要急着行动。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么做。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每天能够很多生活的部分都能够交托给神？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我曾经遇过有一些人，他们时常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去检视圣经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参考的。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因为圣经里面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那如果神的话是我的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当然我们就要时常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时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一些借鉴。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也不想要去了解神的话语怎么样帮助人的生命，那么当然你自然而然就很容易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实践呼召，第一个方法，你必须要每天祷告，寻求神的引导。你要很多事情，生活的大大小小的每一个部分，你都可以去好好去思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实践呼召的第一步，每天祷告。你可能字看不太懂，或者是字太小，你还没办法看，但是你至少可以学习祷告吧。好，学习祷告，学习跟神说话。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学习交托，大大小小在祷告当中的交托，我觉得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每天的一个选择。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把它视为是每天的选择，不是想到了我今天这个礼拜我有一次祷告就好，不要这样而已。你要时常操练，时常透过祷告。当你愿意在祷告当中学习交托，那个顺服跟敬虔的心，你会开始更多，然后你会更多的信靠神。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信靠神的程度好，跟这个人他愿不愿意交托有一个非常大的关联。如果你不是一个愿意交托给神的人，你会发现你会很少在祷告，因为你很少交托，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越少交托的人，就是代表你时常都是靠自己。你遇到问题困难，你也不祷告，你也不寻求神，所以你都想说我这个很简单，我可以解决。可是我们要晓得，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真的要学习交托，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交托。当你愿意交托，你会有更多的信靠神的心，愿意顺服下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实践呼召的第一步很重要，每日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第二个，我们可以怎么做实践呼召？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开放的生活。什么是开放的生活？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家庭在工作上，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实践一个门徒应该有的本分，我们就是要主动去关怀。我觉得呼召神的呼召是他希望我们去该爱的人的地方，我们就要去爱人家；该去招呼人家、去善待人家，你就要去善待人家；该去侍奉人，我们就去侍奉人；该去见证，人家在问、在想，说：“这里哪里有基督徒？谁可以帮助我啊？”可是都没有人愿意做见证，说：“来，你怎么了？还好吗？”我跟你说上帝在我生命里面，他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也希望这份能力也能够祝福，也能够在你身上。这就是一个祝福。如果我们没有人愿意去分享，有人他有这个需要，他需要有人做这个故事见证，跟他分享，让他明白在生活当中有神可以依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实践呼召一个很重要的做主门徒。实践呼召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领域开始学习打开。如果我们基督徒时常把心都关起来，都害羞，都不太敢去跟人家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爱。我不是牧师，不是说一个你非常陌生的人，你要马上主动去做什么事，不是，而是从你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人跟朋友，你应当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你应当要开始能够跟他分享，而不是你跟他长年累月你跟他在一起，你都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可是你跟他讲话都没有超过五句话或超过10句话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是一个非常愿意开放的生命，他不仅让神的话语帮助他，他也愿意去跟人家分享。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你跟你的工作伙伴，你跟你的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你跟他真的不太熟，牧师真的鼓励你，你要花时间为你自己的生命敞开的生命来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是一个真正领受呼召的人，为主去做传递福音的工作，为主做见证。第三个，实践呼召的第三个方法就是要培养委身的态度跟行动力。牧师刚刚有讲到，当你有开放的生活生命的时候，你愿意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培养出一个更委身顺服的态度，还有行动力当有一件事工需要你的时候，你会马上你会开始怎么样？愿意而且敞开的心这个礼拜我听到有一个牧者他上个礼拜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就任式。那这个牧者传道人他就任，有一个牧师在分享，他说他在整个传道的过程，有一次他准备要去讲道，可是那一次的讲道，他心里面一直没有感动。后来在那个没有感动的当下，他带着一个同工，当下的时候他去到那边，突然间他就邀请这位同工说：“来，今天请你去讲道。”这种功夫可能在我们长老教会可能不太可能发生。他请这位同工去讲道，这个同工他也很直接的就上台就讲道了。后来这位牧者他离开下来以后，他离开，他一直觉得很感动，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同工他本身是一个牧者，牧者怎么会请一个同工当天要讲道，突然间请同工上台去讲道呢？其实在当下这个活动这个场合，是因为这个牧者他必须要去做一个这间教会的协调工作，
因为这间教会的牧者跟教会弟兄姐妹有发生了一些冲突跟问题，而这位牧者他是别间教会的牧师，当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属灵的征战非常大，他心里面不知道，没有那份感动，而他把这个权责交给了这位同工，而这位同工也在心里面领受到了呼召，他就上台讲道。在讲道的同时，最后结束的时候，牧师刚刚有提到，这个原本这间教会他们是有发生冲突，牧师跟信徒发生冲突的问题，在当下，他们牧者跟同工弟兄姐妹因此而感动，而愿意放下他们一切对过去的种种的批判跟论断。各位弟兄姐妹，这让我清楚看见，一个真正领受呼召的人，他有一份委身的态度，即便他没有受过装备，但是他知道他在神的呼召里面，他知道他必须要传主的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理解，有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可以吗？但是我牧师要讲的是，耶稣的呼召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针对只有牧者，他是领受呼召的人，不是。呼召是在生活当中，就如同耶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他呼召彼得，他呼召安德烈，甚至最后呼召约翰，甚至让我们知道说，生命的呼召里面不单单只有雅各、约翰，甚至后面的许多的门徒都因此而跟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了解，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我们看见牧者上帝的仆人牧师在台上宣讲神的话语，我们单纯领受神的道，而我们不领受神的呼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百姓，要出去为主做美好的征战，传递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少数人来跟随主。当你愿意学习跟随主，来回应神的呼召，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把这个网一起撒下去的时候，这个网是可以抓到很多的鱼啊。牧师自己本身很喜欢撒网抓鱼，但是我在撒网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年轻人，我都会跟他们分享，假如你也会撒网的话，我们可以同时撒网，同时得着更多的鱼。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讲的不是一个贪心，我是要讲的是，很多时候神要让我们得着，是要我们同心协力的，一起来做带领的工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跟随主的脚步，是让我们的一生领受呼召。我们要生活当中去引导人更多领受神的呼召，让他们明白一起来做神的工是大有福分的。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领受我们的生命需要回应呼召，回应神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要我们出去，要我们学习来跟随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放下我们心中的许多的忧郁，有许多的顾虑，有许多的担忧，让我们学习交托仰望神，让我们学习当神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我们就放下我们手边的工作，我们放下我们手边我们想要得着的，我们想要先拿到这些东西，我们想要先得着这些东西，我们再来跟随主。求主你让我们学习如同彼得、安德烈，他们在抓鱼，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网子，一起来跟随耶稣基督。求你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能够先以神的国事为念。我们相信神你的国、你的教会、你的福音的合场，要因为更多的领受呼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做传递福音的工作，兴旺你的教会。求主你继续兼顾大桥教会在前面的道路，有许多的侍奉工作，有许多需要得着带领更多的人来领受神呼召的侍奉工作，需要更多的同工跟伙伴。求主你继续来呼召引领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加入。
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感谢，也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感谢你在今天能够带领蔡尚恩神学生能够完成在神学院3年的神学院学习，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在新的禾场、新的教会的禾场，求主你继续为他预备，在他侍奉主你的道路上，不单单只有在教会里面，在生活里面一样可以做传递福音的工作。也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的同工子安同工，还有他们子轩、子云，在接下来他们要出国在短暂的休息当中，求主你继续保守他们的心，兼顾他们在休息当中能够得着神的恩典，欣赏到神所赏赐的祝福、赏赐的美好。谢谢主再次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引导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一周3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从下个礼拜起我们教会大桥教会因为空间的关系，因为人力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3开始，我们取消实体的门徒训练，我们会采用直播的方式。那求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同一时间我们同一时间在7点半准时开始。那愿主赐福大家，愿你平安。